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台湾名人堂，我是侯乃荣。台湾名人堂要告诉大家，有故事的人，有意义的事。一个人要是真心喜欢一件事情呢，他会想尽办法，坚持一辈子去努力达成自己的梦想。我们今天名人堂的嘉宾呢是金曲台语歌王沈文程沈大哥。他在早年呢一边修飞机一边学英文歌曲，后来他出道之后呢，以台语歌爆红，成了家喻户晓的歌手。我们今天很开心，请来沈大哥跟我们聊聊他的人生过程。沈大哥好。乃荣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沈大哥好。哇，英文歌曲，我觉得大家对你印象很深，是你英文歌曲非常厉害。哪里？据说脑中有200首的曲目，怎么这么强？学嘛，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就是你常常就是有劲有心啊，我就是每天这样学。就练那个什么歌喜欢我就挑来练这样，对，然后练一首歌是练了1个礼拜就会了，那都是用背的，那时候没有提稿机啊，对，都是背的，对，而且我喜欢的兴趣太广泛了，包括英文歌啦、日语歌啦，到后来。广东歌开始在台湾流行的时候，温拿五虎的习惯节啊，那个时候民国70年的时候，60几年、70年流行到台湾的时候，我都会。而且我好像在学歌很快。你这记忆力超强哎！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就是在报纸有一则简报，我知道什么报纸，我就那句话，我感觉很好，他就说你每一天都要。为将来做一番准备。他意思就是说，你就是养兵千日用在一朝，10年寒窗知笃志嘛。就是你练了以后，那我就告诉我，就是说，对我就是要这样。我看书，学英文，写英文歌曲，因为我从小喜欢唱歌。小学在得过花东2县歌唱比赛第1名。所以那种从小就是听我舅舅他们唱歌我就很喜欢学听我阿嬷他们唱那个恒春民谣，然后从收音机听我爸爸喜欢唱的那个一些东洋歌曲还有电台在播什么群星会那些歌曲，反正只要是歌我听的喜欢，我听3遍我就会唱。你觉得这是与生俱来的天赋？对，我对歌就是我就什么歌我就喜欢，所以从小就接触很多不同的元素的音乐。就是后来我到开始接触，开始念了初中，开始学英文了。对。英文之后英文就是说，他们老师讲说，这英文是将来一个世界的，所以我就对英文的，我就把数学放弃了，专攻英文。什么那个 sin cos 什么鸡兔同笼我就觉得好无聊我觉得英文跟国文最重要，所以我就英文我就把中文放在英语，就是英文。所以英文的话，我分数都拿得蛮高的，因为我其他的就是尤其是数学，还曾经考过0分的，对不对？因为我是觉得没有关系的，我知道在一方面很强，国文英文很强就好了。你很知道自己要的什么，喜欢什么，对不对？所以我一步一步就是告诉我自己说，我将来的路可能就是这个，所以我就开始学英文歌曲这一首一首学，然后之后都有机会就到那个我们那边有那个士官俱乐部，去年刚是军官俱乐部。我们虽然是士官俱乐部，士官俱乐部它就是没有像军官俱乐部那么严格就士官俱乐部就是，我们就是中国的空军也可以进去，他收门票的嘛，大概2个礼拜1次这样，然后就是有一次，那个我那时候还没有退，去仙宝西餐厅我们的同学去聚餐，然后呢，我们同学就跟那个经理讲说，我们这个也是在台中，我们那个 pub 在唱的歌手那英文歌唱得很棒，可以上来客串吗？那个经理说可以但是就是说，要所有的节目结束之后才可以12点的所有的节目都结束嘛。暗时12点暗时的那都没人那个时候就是乐队在那边演奏有时候唱一些什么比较抒情的歌曲什么就是宵夜场。然后我后来那个节目结束之后领班就下来恁3个人要唱歌我讲我你要唱什么歌？那边没得那件事你什么 key？ 我讲 B flat。他以为我讲错了，因为他唱是 G 调，少2个 key。对，我是原 key 是 B flat。
很高了。对啊，然后好，然后就上台去，我一唱，我就看到那个领班跟乐队、贝斯手、鼓手，就你看我，我看你这样。怎么那么高啊？想说这个来踢馆的。对啊，然后我就远远看到那个办公室他们餐厅办公室有一个女生走出来，后来才知道她是餐厅的副总，学声乐的。她学声乐的，她出来看，一直看我唱完下去，然后她就跟那个经理讲说，跟他谈一下，是不是可以下个礼拜请他来唱西洋歌曲、英文歌曲啊？就是我们这一段宵夜时间啊，你就让他来唱西洋歌曲。然后经理问我说：“没过啊，下礼拜我们是礼拜6去哦。对啊，礼拜1叫我上班，天上掉下来一个好机会哦。哇，好开心！哎，是不是我终于？”就这首歌一炮而红，所以人家说啊，机会是留给准备好了。我准备了多久？那一首歌我练了多久？练了快1年，对，天天练。我同学都那个练到我们那个士官长啊，他说：“你每天在那跪后跪觉，你厉害，你去上电视唱嘛？那房间这怎么要睡午觉啊？你吵到人家睡午觉了。”我就每天练啊，唱。他说。我说班长，总有一天我会上电视唱给你听。真的，所以这一次的演唱会真的是让你圆梦了，对不对？你终于回到自己最喜欢的那个英文歌曲。60年开始练的西洋歌曲。所以我就这次唱的第一首歌Proud Mary 就17号真的我练的第一首歌。所以这次是跟黄大炜老师，然后还有跟潘越云。潘姐来一起开这个西洋金曲演唱会，所以我很好奇说，什么因缘把你们几位凑在一起？真的是个个都是唱将。因为我们黄大炜也很 surprise， 我也很 surprise， 因为接到因为我常这个我是觉得冥冥之中好像是注定好的。为什么？因为我在接到通知之前，我才跟黄登辉讲，因为他以前也是玩band，我们就聊到这一块。对，我说兄弟，我对民国60年开始学拖拉机了，会使用本机本，你知道？一堆的歌。英语歌。啊，讲即马拢无人咧唱啊。啊，我讲我即马66啊。我若无唱，后摆可能无人会晓唱啊。我才在讲而已，我说还有没有机会再唱到？我才在讲而已。对。第2个礼拜就接到电话。我吓得好啊！我说OK 啊，应该心情很激动吧？很激动。然后我就传赖给黄登辉说，我还去买彩券，我们彩券表怎么马上就真的圆梦了啦？对。我说嘿啊，就是我看看咱有所求，上天都可能同情咱，同情阮啦，有这个机会，我就觉得这是怎么讲？就是那个年代对我来讲是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它是让我在音乐的历程，在西洋歌曲的历程启蒙。我的所有创作的，包括我旧情演员，老师都听着，这是我旋律和弦的什么走的都是西洋歌曲的那个模式。所以你受这个西洋歌曲影响真的很深。但是我觉得很有趣。我在看资料的时候发现说，其实当歌手并不是你原来志向，你本来据说想当老师哦。自然，因为我怎么差那么远？因为小时候我成绩还不错了。对。有时候老师呢，这不我就小学4年级、5年级的时候，老师有时候他也是做什么，他就叫我代课。叫你代课？真的。他看出你有天分哦。然后就叫我就是上课，就上课给大家。对。那时候我就觉得说。他可能也是怎么讲？他喜欢我，就是因为成绩很好然后又运动有细胞。我田径队的，我要短跑100公尺这么厉害！哎呀，那时候阿董这样的是怎么讲？他就很喜欢我，然后他就叫我当小老师这样。我就讲的好。那时候我今年就做我想当老师。可是到后来就是一直开始就想说。是因为那个空军幼校的学生有没有他们就会来
暑假不是暑假就会来类似招生这样，然后来介绍说希望我们过去也去念音校啊，然后我就知道说，我过去也来报我们去从军这样子。初中毕业的时候我就去考，本来是考空军幼校，体检没过，太矮。所以你本来想当空军是不是？想要开飞机？刚才想飞行员然后后来我就在那边很难过，然后那个主管官就说：“这位同学，你也可以去念技校啊，技校是什么？是修飞机啊，开不了飞机，修飛機，修飛機啊，跟飛機有關啊。我這樣子我就說我就去技校，就這樣子。所以就因緣際會的跟英文歌曲跟美軍搭上線了。對啊，我如果沒有去英文歌，對啊，沒有去技校，也沒有分發到水南機場嘛。對，就是因為呢一步一步，我覺得好像是上天就這樣安排好了。對啊。那後來是什麼樣的機會讓你有機會出唱片？那第一張唱片就大紅是這樣子的，是因為那時候我那時候我在69年、70年就69年我還沒有退伍，我是70年7月退伍的。對，69年我就是因為我就搞那個台電唱我也就去上班。對，那時候白天還在機場嘛，還是當兵哦。我是晚上12點的班嘛，我要去唱宵夜。你知道我是跳水溝跳水溝偷跑出去偷跑出去啊！因為我晚點名之後我就偷跑出去，然後唱完的我又騎腳踏車回來。我騎腳踏車因為那種半夜是哪有公車啊？對，然後就開卡達加就等然後停在那個水溝旁邊，我就跳水溝嘛。你知道多好笑？就是後來也因為本來水溝差不多這麼寬，一跳就過去。後來工程整治，你知道嗎？他弄了1倍大，有一次還掉下去然後有一次是怎樣？我回來，然後也是助跑跳着過了，然後不要動，兩個衛兵就拿了槍指着卡賓槍不要動，就把我抓去，然後關禁閉，關了3天，還理光頭。理光頭，那個是我班還是要上啊。對。然後或者說水溝不能走，我就換另外爬牆，所以我有3條路線，一個是爬牆的，一個是鑽那個花牆那個洞的，對，一個是跳水溝。我說隨時更換路線了，一直到我退伍，民國70年開始，對，哇，那就很自由了，所以我就很比較打扮什麼的，然後還那個爆炸頭。然後唱西洋歌曲，那時候台中我們那個西餐廳有沒有？然後那個一檔村到處民國7場的時候，那時候其實很多成功里就會每一個暑假都有大專兵嘛，都大專兵呢都會去西餐廳我唱西洋歌曲，哇，那是很紅，對，紅到就真的沒有，只要我的時間都爆嘛，紅到連比利都去請他們老闆下來看我，比利來作秀啊，他西洋歌曲嘛，對，他跟老闆講，王道先生。台中新寶西餐廳一個很像菲律賓的，天哪，他好會講台語哦，唱西洋歌曲的。他說台語講得好棒，他以為我是菲律賓的，然後那時候還不知道，後來但後來蔡振南老師在那邊看到你了，就是因為也是我那些歌迷，跟他講。帶他去西餐廳看我，是這樣。然後他就說那個，就說你要簽你要簽這個，我感覺伊聲足大把，很有 power。你唱你的就這樣知因為唱那本來是要找女生唱，對。那些中盤商賣錄音帶，他們比較有聽覺嘛。對。中盤商什麼賣錄音，他們電台的那個，他只是說我的聲音，因為。他光看那個下場熱乎乎的場面，而且他就覺得說你要唱，你要簽接啦，無你賣紅啦，我嘛不愛干把你賣啦。你要簽接，我怎麼給你賣啊？那就對了。這麼強？對啊，那個大盤的那個就是他都會送那個，所以他影響力很大。卡帶去拿一個攤子這樣。OK， 蔡振南就是好吧，他就不死心，他就來聽聽看。他連續從禮拜1。聽我唱西洋歌曲聽了，然後他每次來都點一首歌《阿里巴巴》，點了1個禮拜。禮拜天的時候他就請我過去，
他就跟我聊说，我这我就我这下一条歌哦，是不是上在爱情要找一个歌手来搞管，唔知你献出。对。我讲好啊，OK 啊，可以啊。我就说好啊，他就把那个他录的卡带啊给我听，叫我回去练。1个礼拜后，我就进录音室，我就到台北松江录音匠，录了一整个晚上，出来到，然后。回去，我记得他在那个我们回来的那高速公路，那在一高诶，他说文定啊，咱这张吼若卖有3000块，我请你吃500。我讲好啊，那个开心。然后1个礼拜后，然后那个谁啊，那个黄秋田，黄秋田啊，那个民谣那个黄大哥伊讲文定啊，我问你啊，迄是不是像才是不是你唱？我讲是啊，哎呦，即马这条歌红价，你知无？我敢有？我都觉得等阮头家500，等到巴肚了，要到要乌青去啊！伊讲，我住喺宁夏路，我咧夜市啊吼，你看规路这搭咧新竹迄搭咧是放几暝啦。拢咧放你的歌。伊讲我唔相信你去恁的夜市啊听看卖啊！我说哎呦，真的吗？好，那我那天我唱完了之后。那个黄秋田老师是来当主秀，我是唱那个驻唱的嘛，我就去那个中华路，哇，真的从头到尾都是新竹上在，然后我就走到中间有一摊，我坐在头家咧放，一个阿伯翘倒摆来，头家啊，今晚咧放这吼，搞包2袋，哇，好开心哦！我想要个包上，阿伯这我请，可是我想说。连那个老板在卖 CD 的老板也不认识我，看不出来。那时候人还没红，歌先红了。这歌是后来是怎么样子？是后来是因为歌红到不得了了嘛。然后张小燕那时候节目啊，张小燕就请那个工作人员打来给我，陈文成吗？我说新生是你唱的吗？是这样子啊，因为你的歌在我们排行榜已经第1名很久了。没有人，人家说我为什么没有找那个主唱人来唱？那你有没有空啊？是不是？上节目。上节目，我说真的好，我就跟蔡宗良讲，那边张小燕，那时候好像是综艺100吧，对不对？记得是，然后说要找我上去，我说好，我就一模赢的做不完，好就叫我自己上去，我就真的是上来，然后到华视的时候。导播就说：“沈准，那等一下你就站这边，然后对嘴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就问旁边，只会唱现场。对，然后那个我就问那个放干冰的那个，就大哥，请问一下吼，那个什么叫对嘴？你讲那等的就是你放你的片的时阵吼，你就对你的歌吼，你嘴那咬着就好啊。后来我就开始对嘴，对，说到一半，咔，我吓一跳啊，完了，师傅说我哪里怎么样子？后来就是因为我在唱的时候看到一个人，张小燕就走到那个旁边的前面，他就在看，然后他好像是对现场讲了什么话，他就很咔，就说什么长，你先帮我休息一下，布景就一个推出来就摆到后面，好，什么长，你开始在那边唱。就唱完，就那个第一次后来我才问说为什么那个干冰的时候，后来我就唱上去了，我再问那个干冰的，我变成说他是我的贵人他为什么那时候是张小燕是跟他讲什么，那么很卡的，他就说他跟导播讲说，沈文成的几粒鸡啊，然后又穿的那时候我记得穿一个牛仔裤。穿一个 T 恤而已哦，不是像人家穿那样的，因为我不知道打本没上过电视我也没有对，也没有造型师啊，我就这样唱，然后他说你看看这样瘦干干的，现在他60几公斤呢，26腰吧，对，他说这不对，你要后面像这样的有个气势要出来，对，好，那时候我心里好感动，好感激，我说原来是这样子的，那个干冰跟我讲，还有听到。我是觉得那时候我就把他当成我的妈祖一样，后来他也很照顾我。
每一条溪流都有孕育不同的文明文化。这么漂亮的地方，我们可以经由钓鱼的一双眼睛啊，然后一双脚，带他去看不一样的世界。因为我的脚爬山哦，爬到脚都坏掉了。医生说你如果再继续走的话，就可能要装人工关节。做了朋友节目3年，然后后来我就跟我们再来做钓鱼的吧。因为我还是不死心，还是喜欢哦，还是喜欢。沈大哥，我们前面聊的听起来你好像发片的过程蛮顺利的，不过你也有曾经碰壁的时候，是不是？你曾经中间一度有点不甘心自己被当成谐星啊，是不是？对，因为有就是后来因为我们台湾的这个录影带开始就是流行的时候，从诸葛亮那个时候，对，然后就喝一行就。因为我们做秀的时候就认识了嘛，对，他就介绍我去那个诸葛亮那个录影带这样的公司，我就开始那个接触那个录影带了。我就当时秀场是不是那时候？就是那时候就是也是走他们的路线嘛，啊学主持啊，都是以演短剧为主。然后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台湾最流行就是志春有没有？是加藤茶、志春健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片子的短剧都是在模仿他们。然后就是那时候好像在光启社也在录，还有在东光摄影也在录。按说入围就说那时候又是去演什么天才小兵，就是比较羞愧啦，因为感觉喜剧啦，对，喜欢玩嘛，因为柯一航也是这样玩，杨凡也是这样玩，我们都是这样玩，就每次这样啊，胡怪也是这样玩，就是变成到后来，就好像就一直朝这方面，因为就搞笑。对，就这样搞笑。后来就是到后来就是渐渐的就没有再出唱片，他就是一直在演戏，反正那个是又忙都有收入，就是固定的嘛。有一次在坐电梯，然后就是有一个妈妈带一个他儿子，然后那个妈妈就说，那个，宝宝，这个就是那个你知道吗？他就是那个邵文成，我知道，我有看。他好好笑哦，好好笑。他在后来突然我就想，天哪，怎么好久没有听到人讲说我的歌很好听啊？其实他对你来讲，你有点打击到了，是不是？这就突然就是还是，突然一闪，冲击了。对，因为我以前就一直拼歌的时候呢，后来想说，我这是应该好好在发唱片的，然后在歌方面，要不然太可惜。对，因为不是说演戏不好，可是因为这毕竟我们对歌唱方面还是没有办法割舍那种爱。对，但是我告诉你说，我如果要再出发，我一定要怎么讲，又不一样的方式。那时候我就想说，我自己来写歌哈，因为我以前当兵的时候自己。在主编的时候，我也有自由创作，写一些歌嘛，这样不错。我说好，我就试试看，我开始自己写。我就是写的，刚开始是写了一堆来自台东什么，然后就全面就写了1年，我把10首歌就录好了 demo，就好几家唱片公司，我就去拿去送给他们，他们就说好，你把你的试听带放在这里，我们听听看，再打电话给你。然后我就在家里一等那个电话等了1年，都没有下文，没有回音。那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心里好难过。然后我还去庙那边抽签呢，就是然后看着说，就是说，就是说意思是说你要等到今年的秋天。大概他的意思是这样，还没有讲搞介绍，你按到今年的秋天爱等啊，爱个等，等个半年过去啊，我就等看嘛。这就是后来就是有一次，那一年的，就是真的是秋天的时候，
有一次在民生东路有没有在那边闲逛啊？对，就碰到一个制作人，他就问我说：“孙子，啊你片啊画了没？”我讲：“啊未啊。”我讲：“一年啊呢。”我讲：“嘿啊，你摕我，你片摕我，因为我即马明仔载要去迄个高雄一个新的唱片公司吼，我替你。”他本来是要送另外一个歌手的，顺便送我的去。对 ，OK。他说呢，第3天打电话，这间新的唱片公司讲要爱你的啊，他的不要，要我的。这首歌我等了2年，刚好就这样那个机会一炮而红，然后从此我就变成创作歌手。对，所以我的人生又从那个又开始一个冲刺了。就这样，所以从那时候我的写歌的那个速度就很快。然后后来也得了金曲奖，对不对？对，最佳方言男歌手。对啊。这个奖项对你来讲，你看你中间经历了这么多波折，对，你再得到这个肯定，那个心情肯定是很不一样的。不一样，因为其实得了金曲奖那个时候，就又过了10年。1999年拿的嘛，1999年拿那个时候我就跟你讲说，那个时候我是完全我就开始主备，因为那个时候本来是要出国语专辑，对，所以你看那个一半是国语歌，《小河之歌》啊什么，我钓鱼的时候写的《小河之歌》，我那张专辑本来是要拼国语的，后来唱片公司又跟我熬了1年，他不让我出，他说你就唱台语就好了，为什么要出国语？但是我说我既然我有这个想法啊，我写了这么我很努力，我请你们下来，我就带我的编引爆跟唱给他们听。对，后来他就折中，就说一半，你一半国语一半台，我5月11日本来讲语的。5月11日那年午后是这样的，后来就折中变说啊，要当主导的话要台语的。对。就把它搬过来变台是这样也红，就是也红了啊，就是一个，可是那个曲风就是国语西洋歌曲的曲风嘛，就是那张专辑又怎么讲，就是让我又在国语这一块又有些小斩获了，就可以证明说我也可以。对就是这样，所以那张专辑对我来讲是，比如说我变成双声带了，就是2条路线这样，就让大家看到你什么都可以。对，所以人生我就说，对我来讲，都10年一个里程碑，10年一个10年一个里程碑。我是觉得就是每人生的就是这样阶段，你到阶段，你像我为什么会主持外景节目？对，我嘛是到后来。因为我喜欢钓鱼，因为兴趣而起的，对不对？我喜欢钓鱼，后来就拿着钓竿就到处台湾的每一条溪流什么，我几乎都一个人都去。对，你都一个人都没有跟伴就对了。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哇，台湾真的美，尤其是钓鱼人所去的地方都是秘境。我说这么漂亮的地方，我们可以经由钓鱼人的一双眼睛然后一双脚。带大家去看不一样的世界，然后介绍生态，每一条溪流都有孕育不同的文明文化，对，好不好？然后我刚开始写的企划案是台湾钓鱼探险队，送去一样又让我等了1年，因为他们觉得说，钓鱼没有市场啦，但后来因为后来外景节目，什么其他台都已经开始出来，我说我们自己也可以做了，然后就跟我讲说，团长，我们来做外景节目，但是不要台湾钓鱼探索，我们改名字，就改大冒险家。就开始那个大冒险又7年，就做那个做7年以后，就是因为我的脚爬山爬到脚都坏掉了，对，几个就是浑身的所以就每天肿到了不能走路这样。那还是要去出外景啊？对，然后后来就是没有办法，医生说你如果再继续走的话，就可能要装人工关节了，很麻烦的。然后后来就把它停掉，停掉以后就做棚内节目，做了棚内节目3年，然后后来我就跟公司我们再来做钓鱼的吧，因为我还是不死心，还是喜欢还是喜欢他们一句话，没有市场啦，来再看看吧。然后后来就是刚好就是另外的电视台想要做这一块
啊，他们就说，哎，你的兴趣刚好你做做看嘛。对，我一做中了，金钟奖。对，所以你看我钓鱼，因为钓鱼的时候写了一首歌《小河之歌》，玩玩小河那张专辑拿了金曲奖。对。啊，然后呢，因为主持钓鱼节目拿了金钟奖，所以金钟奖最佳行脚节目主持人。对，哦，那个都是因为我钓鱼带给我的。然后我其实这么一路走来，我觉得人生最快乐的是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用你的兴趣去赚钱啊。然后呢，怎么讲，这个很有意义。你知道宝岛冤大红到什么？红到整个全球华人都知道我。对，他们那个大陆那个电视台啊，有一家很有名的，他们是做钓鱼节目，一次卖100集。早午晚说早安的也是我，说午安的说晚安的也是我，早午晚一天播3次。对。然后我更神奇的是，我有一次好像是到纽西兰是澳洲 ，anyway， 碰到2个中国人的，一看到就是我，他们就是我的铁粉，就看。然后有一次在垦丁出外景也是碰到那个LA 回来的，我们的华侨。马上，我儿子每次在训练 ，Oh my God，Oh my God， 他们班上都全班都在讲 ，Oh my God， 都是看我们钓鱼节目，对，宝岛冤大那个节目，还跟我跟他通电话 ，Hello，Hi，Thank you，Welcome，所以我是觉得钓鱼怎么讲，我把钓鱼升华了。那你觉得你从钓鱼当中得到些什么？就是除了节目之外，你自己对人生，你为什么这么喜欢钓鱼？因为我从小我就很喜欢怎么讲，我最喜欢的诗是什么？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那个一个人这样，然后就很向往。因为我小的是来自西边，我每次在西边钓鱼的，我爸给我绑那个竹子啊，一个线呢，过蚯蚓在那钓，一个人在。但是我就很向往那个，我小时候就背的这首词，还有一蓑一笠一扁舟，一丈丝路一村沟，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独酌一江秋。这是我现在，我就带咖啡啊，带去溪边啊，甜点拿出来就这样喝，看看蓝色的天空啊，风在吹，鸟在叫，然后溪水这样潺潺流，一个下午的半个小时下午茶时间来继续钓。我觉得这个是大自然赐给我的阳光、空气、水，那个是宝物。我的车上随时都准备什么？我的电吉他、音箱、我的琴、钓竿什么都放，都是我的玩具。我要就告诉我自己要回到初心。音乐真的，我在每次唱歌，我就会想起以前那个在什么就主要说一点点掌声，在旁边士官长过去，哇，很不错，听到那个赞美，我就很开心了。起来，你现在很享受现在的生活状态，然后金曲也得了，金钟也得了，回过头去看你的这个演艺生涯，我可以说没有遗憾吗？还是你还有梦想想要追求的？现在来讲，应该不能再讲遗憾了，现在只剩无憾了啦，无憾了，因为现在已经60几了，何阳也走了，跟我是，你看我们当初我们4个一起演戏的，何阳走了，罗碧玲走了。于峰走了，所以说人生到这，你还要求什么？就说你现在能够好好活着，就每一天都健健康康的，每天醒来之后我还活着，好幸福哦。然后这样就是找自己说，自己喜欢的，所以为什么歌我都，因为我的车上随时都准备什么？我的电吉他、音箱、我的琴，钓竿什么都放，都是我的玩具。所以我这次演唱会唱歌，我平常都在唱几10年了，因为这是安慰我的。我要就告诉我自己要回到初心，音乐真的，我把自己回到以前的。我在每次唱歌，我就会想起以前那个在什么舞曲，主要说一点点掌声，在旁边士官长过去，哇，很不错，同学过去碰到，那个不错，几个人或者是
我就觉得很感，只要你听到那个赞美，我就很开心了。然后我甚至说出去一场200块，啊，唱那么多，喉咙都要哑了，200块。可是那个掌声就是我的养分，那是无价的。对，我只要快乐。所以说，人真的有很多快乐，人的悲伤也有，失意也有，被打击也有。但是我是觉得，都跟那个太阳光一样，就是有一阵乌云过来，然后就走了，啊，云过来这样，人生也是这样，不可能每天都是艳阳高照嘛，啊，所以我干嘛说，有时候台风来暴雨了，那个乌云可是它会带来一阵雨啊，那个雨就会滋润啊，所以说这些挫折什么，我就想说，这个也是养分，让我们成长。没错，学了一次经验我们就知道将来怎么样去面对。沈大哥，刚才大家对你荧幕上的感觉都是很硬汉，但是我刚才跟你聊，因为你又有那个很细腻的部分。你出道40年，其实也花了很大部分的时间在工作上头。那太太跟小孩现在是在温哥华嘛？对不对？他们已经出国多少年了？1997年到现在了。会不会觉得有一些遗憾，或者是因为毕竟分隔两地，很多时间是没有办法在一起，那小朋友的成长也没有参与到这个部分呢？你自己的感受？因为那个时候会送小孩子出去，也是因为就看到他在台湾学习的环境中，他很辛苦。我看他我小孩他背着那个书包，我就天哪，怎么那么重？我现在那个送他到国外去。但你这样变成好多年才能见一次，好久才能见一次。后来就是他长大了，就是念初中以后呢，就是长大他就可以自己回来，真的会贴一张那个嘛那个绿色的牌子，就是说会专人送你上飞机，送你自己回来，就这样我就会带他去上我的节目那就出外景让他感受一下我工作的这个状况。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他是后来他怎么讲？我带他去，比如说宝岛院大的时候，然后他才晓得说原来他爸爸赚钱是那么辛苦。他有写文章，他说哎呀，早上3点就要起床。然后到港我4点，然后就要出船，然后有的都倒了、吐了、倒了，真的只有我还在那嘿给完了，擦了那，然后他也是不行，他就躺在甲板上就躺了1天，就这么摇的，晕船了。对然后出去爬山也是，我还背那么重的东西看到辛苦的一面了。嘿呀，然后大家觉得说就开始释怀，这么多都不去看他什么。所以以前有过抱怨，对不对，小朋友？那时候也是要有移民监嘛，那半年就要去一次，这样要飞过去。后来就拿到护照以后，就说不用那么麻烦。就是你回来看我就好了，他也很开心啊，暑假就回来，寒假就回来，放假，所以是在这样的话，现在我们就感情特别好，因为他知道说他的学费是怎么来的，知道都是爸爸辛苦来的。你看我的爱给我肩胛呢，很心疼啦，就是那个姐妹就是这样，右脚好了，我左脚坏掉。左脚弄好，换右脚又坏掉，就这样，然后就是我记得还有是坐着轮椅被推去上节目。好辛苦哦。对所以我觉得，那种家在有本难念的经啊。但是就是说，我们这样一路走过来，就是过尽千帆了。我觉得这也没什么，这人生的历练就是酸甜苦辣你都有尝过，这才是人生才丰富。所以常常这是我们的 source， 我们要写歌什么，这个就是我们的来源。我还有一个金马奖还没拿啦。原来还想要拿金马？对，因为我想说，让因为我现在3金就剩下1金，我想说，有没有机会拿？很多事情你不去试，永远不知道结果。你要试才知道结果，结果是好坏 ，OK， 好了，你实行了，你没有成功，经验。
其实你60岁的时候，你有写给自己一首歌，说60岁了还有梦。你现在的梦想是什么？我现在的梦想啊，我就觉得说，我还有一个金马奖还没拿啦。原来还想要拿金马？对，因为我想说，哎呦，让啊，因为我现在3金就剩下1金，我如果这个1金，淑芳阿姨演到80几岁哦。是哦，哎呀，我想说，哎，有没有机会拿？就是说，各位导演也就好的脚本了。然后，就找我一下，我 OK。是认真的哈。我是认真的，因为我也想在这方，甚至我想说，其实为什么会主持《大冒险家》这个节目，钓鱼的节目，就是因为看了布莱德比特那个大河恋。那因为我想说，为什么连钓鱼也可以拍得这么美，这么感动人？所以那时候我想说啊，我这样是不是也像他是大河恋嘛？啊，我就写一个《小河之歌》的剧本，啊，看看怎么样来这一辈子是好像是在电影这一方面呢，啊，看看我也是当过制作人啊，连续剧的啊，这种都是学一阵啊，我想试试看啊，我去学。电视台可以给我机会，我去当制作人，就做60集的那个常态式的那个节目啊，那个剧啊，然后就想说，有这个基础，那我现在如果来拍电影的话，是不是 OK？ 所以我常常会讲啊，如果说我没有机会演别人的，那自己来吧，演自己也不错，试试看，这样。还有，我当初为什么会写，我制作那个国语的唱片，因为我告诉老板就是说 just try， 因为我就是在心灵捕手 Matt Diamond 的老师，他说很多事你现在不做，将来就会后悔，没有机会了，就没有机会。他说很多事情你不去试，永远不知道结果。你要试才知道结果，结果是好坏 OK， 好的你行了啊，你没有成功经验，没错，对不对？你学到一次经验，你下次知道说，就是你就知道说，我下次要在哪里补强。所以我跟唱片公司讲，我甚至在那个我那张 CD 说，我就写这个心灵捕手讲麦德戴蒙他讲的那个句话，就是说 just try。你就去试嘛，所以说我的人好吧，那我就开始在酝酿，反正写着看有没有小河之歌那种感觉，有没有啊？因为我常常就走过很多地方，听过很多故事，包括我自己的小时候的故事很多。那我们想说，哪一个故事可以这样把它延伸啊，看看怎么样？我就觉得在。这就是我我给自己一个梦。很棒。我觉得沈文成大哥真的是很多后辈的典范。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到生命的每一个阶段，你都有给自己的一个梦想跟一个期许。希望你的梦想可以成真。谢谢沈大哥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大家加油，谢谢。台湾名人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上 Podcast 的搜寻，有更多精彩的故事等着大家。我们下次见，拜拜。谢谢沈大哥，谢谢。大家好，我是沈文成。我要跟各位分享的一句话就是：大自然是一个教室，你在里面可以获得很多的启示。